好多謝黃希文醫師嘅分享啦，跟住咧我就會分享關於呢個病常見嘅一啲嘅遇到嘅一啲嘅問題。好，咁咧西醫我哋可能大家都有可能已經有啲高血壓嘅病患喺度，即係可能聽緊啦，或者擔心自己有高血壓嘅問題啦。咁咧可能大家第一時間會可能揾西醫啊去俾一啲降血壓嘅藥啦。但係一直以嚟咧西醫嘅佢哋嘅科研啊，或者係臨床上面咧都係用降血壓咧，同埋佢嘅降血壓嘅時間咧作為一個治療嘅指標嚟嘅。咁但係咁樣咧，其實我會引起咗一個問題嘅，就係喺我哋臨床上邊咧，我哋見到啲病人咧，就血壓咧係處於係唔穩定嘅狀態，有時可能好高，有時可能係過低。亦都有啲可能咧，好似上邊右邊呢張圖咁樣，其中一邊嘅可能有收縮壓同埋舒張壓啦，咁啊其中一方咧就出現咗問題，另一方就正常，就好似呢幅圖就係個收縮壓佢係偏高嘅，但係個舒張壓咧佢就係正常，即係下邊嗰個數字係啦，咁啊可以點樣去處理咧？咁我哋就會提出咧，頭先我提咗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血壓有時高有時低，我建議咧就喺個臨床上邊咧去誒。真係可以做到嘅就係更加要做到嘅就係要穩定嘅血壓，就叫穩壓。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一方面高，一方面又低，一方面或者係正常嘅時候咧，就用調壓啦。中藥咧其實可以做到呢方面嘅。喺我哋臨床上邊咧，一啲嘅經驗所得咧就係可以做到上壓或者下壓都有作出一個調整。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臨床上邊咧，除咗降壓之外咧，我哋更加要着重咧，其實係穩壓啦，同埋調壓呢兩個概念噶。好啊，第三樣就係咧，可能好多患者咧都會出現嘅問題就係血壓正常咗啦，但係佢嘅症狀咧或者係藥得到嚟嘅一個副作用咧就反覆出現。例如有啲咩咧，可能由一開始血壓高嘅時候已經有出現有暈啦，嗰啲耳鳴啊、頭痛啊都仲係有嘅喎。或者可能有啲肌肉嘅問題啊，好攰啊、氣促啊、心唔舒服啊、或咳啊或者水腫咁樣。咁呢個咧其實用透過食緊嘅西藥，我哋唔需要去停嘅，再加上中藥去配搭咧，又會睇到一啲嘅效果出嚟。好啦，咁啊中醫嚟講咧，因為咧頭先黃醫師都講過啦，有一部分病人咧係病患咧係冇症狀噶嘛，咁但係有症狀咧，好多時咧都會係有暈啊、頭痛嚟到出現先啊，咁好可能咧一直以嚟咧中醫嚟講咧，都會係當呢個高血壓咧就係套咗入去眩暈嘅病啦，或者係叫頭痛嘅病啊咁樣。咁咧喺中醫可能我哋嘅辨證論治嚟講咧，呢啲眩暈啦、頭痛啊，屬於肝嘅問題啦。咁究竟係肝嘅問題定係咩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又可能有耳鳴嘅問題咧。咁又可唔會係耳屬於腎咧？可能大家都會接觸過相類似嘅一啲嘅概念啊，或者知識。咁就有肝嘅問題啊，係腎嘅問題啊。咁又有一啲部分嘅病人咧，有心嘅症狀喎。咁佢係咪又係心嘅問題咧？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中醫嚟講。都係講高血壓嘅時候咧，都係處於一個概念混淆，都好似唔係好清楚個概念究竟喺邊度。咁究竟真正嗰個病嗰個位置喺邊一度咧？如果我哋捉唔緊嗰個嘅位置嘅話咧，嗰個重點嘅話咧，就會好容易就飄忽啦，就好搖擺不定啦。究竟係肝啦、腎啦定係心嘅問題？咁咧高血壓嘅嗰個本質咧，我就係一個現代嘅病名嚟嘅。我哋透過血壓計去量度血管上面嘅血管嘅壓力，即係就係心血管嘅問題啦。OK，咁血壓計咧就係量度血管其中一個指標，就係佢個壓力啦。咁中醫嚟講咧都有脈診噶嘛。咁脈診咧當然我哋脈診可以睇到嘅就都比較多嘅。誒、包括係血流啦，個血嗰個嘅粗幼嗰個程度啦，嗰個節律啦。
咁啊，中醫嚟講咧，亦都有講心主血脈。我哋可以透過脈咧、脈診咧去了解心嘅系統個毛病啦，同埋同時可以了解到五臟六腑個狀態添。係啦，咁所以咧，高血壓關於西醫嚟講就係量度血管嗰個嘅壓力嘅問題。中醫又講心主血脈，咁係咪可以將佢納入去翻入邊心血管嘅體系入邊？我哋之後咧，希望可以慢慢去分享下啦，或者之後再有其他講座可以再分享下，去探討下呢個嘅問題。頭先阿黃醫師講過啊，好多症狀好隱藏嘅，可能出現咗你都唔知道佢係咪高血壓嘅問題。如果忽略咗呢個問題，忽略咗血壓呢個指標嘅話，會帶嚟咩後果咧？中醫嚟為例啦，可能有我哋其實血壓計咧都唔係未必係個個都會用到啦，或者係亦都我哋唔可以寫話嗰個病人有高血壓咁樣。咁其實咧可能往往咧好容易就忽略咗一個血壓個問題，咁會帶嚟咩後果咧？我分享一個病例嚇。一位女士咧就係八月尾去求診啦，咁佢8月咧初嘅時候咧就翻到香港唔舒服，係佢一直以嚟咧喺非洲生活嘅，咁感冒啊有咳啊咁樣嘅問題，治療之後咧佢啲感冒啊嗰啲咳咧已經冇晒啦，咁淨係仲有剩翻係氣促、胸嘅唔舒服，同埋咧行樓梯嘅時候就更加唔舒服。佢話咧佢過去咧係有高血壓啦，但係冇症狀喎，所以咧佢就唔想去食西藥。咁佢連佢個西醫都話你呢啲係唔使食西藥嘅咁樣。咁我係嚟到診所嘅時候咧，血壓係170到180咁樣。咁咧佢咁跟住咧佢去做咗一個關於心臟嘅詳細檢查啦。好啦，就發現咗咧。佢嘅依個心電圖咧睇到咧，佢嘅心臟已經係受損啦。我哋叫做佢個靶器官損傷，就即係話個血管連帶去嘅內臟咧，因為壓力嘅問題咧而出現咗損傷。咁佢個問題就係佢個左心個室咧係肥大咗。呢個其實咧再發展落去咧，會造事，會令到咧係心臟衰竭嘅。好，另一個器官嘅損傷咧就係個脈搏啦，就係個脈管啦。佢咧就喺個頸嗰個脈管嗰度咧，頸個動脈咧做咗個超聲波，就發現個厚咗，就因為長期有高高嘅壓力咧去經過嗰個脈管，所以就令到佢咧壓力太大，造成摩擦咧就有啲炎症啊、損傷啊，就令佢厚咗。另一個嘅器官損傷咧，就係腎啦。嗱，你睇到佢個蛋白咧，尿入邊嘅蛋白係高咗嘅，多咗嘅，就因為進入腎嘅血咧個壓力大咗，所以令到佢連啲蛋白啊，你都排埋出嚟。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嚟講咧，就應該喺個治療嘅過程咧，係有一個正確嘅概念啦。我哋希望咧就係將個血壓呢個問題咧翻去心血管個系統去諗，咁啱一個正確嘅概念嘅時候咧，先至可以揾到我哋正確嘅呢個治療嘅原則同埋一啲嘅方法嘅。再落到去中醫嚟講咧，我哋再貼地，即係貼身去到點樣去治療咧，就係我哋要可以知道佢揾到佢嘅症狀之後，總結咗嚟講，跟住再去有一個辨病嘅過程。先再辨病，最後先至再辨證。因為透過辨病咧，我哋可以知道咧佢個問題咧係就喺心血管，但係中醫嘅理論咧就係五臟相關嘅，咁所以喺個最後嘅辨證咧，究竟係屬於同邊一個內臟五臟六腑入邊有邊個內臟係同嗰個心血管係相關嘅咧？咁咧跟住落嚟咧就係俾余明玉醫師咧去到介紹翻，究竟中醫個脈象理論咧點樣可以將呢個嘅血壓呢個問題咧，或者心血管嘅問題咧套翻入去中醫個理論入邊。